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新港丰州科技园区的第2期。这台中市政府为着要提升园区招商的意愿，要甲2公里长的连外道路来拓宽。第一段的工程已经开工了。市长罗秀燕讲，这丰州科技园区第2期未来预计会当容纳100间的厂商来进驻，而且增加将近9000个就业的机会，会当来促进台中地方产业的发展。第一场开工顺利。台中市长罗秀燕吐槽，台中市新港丰州科技工业园区2期连外道路工程正式开工。今晚这段道路跨度刚好8公尺宽，未来会变作是要30米宽双向4线道。进行第一期240公尺，那未来的宽度呢会有20公尺到28公尺不等，预计是半年的时间。未来整个近2公里的道路是4亿6千多万的工程经费。市府为了让园区意愿来招商，为101年就启动连外道路分块工程。不过因为道路征收经费要5亿，市府就向中央争取73%的补助经费，才总算会当顺利开工。这个2期如果完成的话，预计会有100家的厂商可以进驻。那第2个呢，我们大概可以提供8、9千的就业机会哈。那对于这个神冈地区来讲，会有的发展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帮忙哈。规个计划经过3任市长，各帮助开发商财务出问题，尾仔市府收回来家己办。罗秀燕就讲，过程真无简单，伊嘛感谢中央和地方各界帮忙，希望未来工业园区会让让台中的地方产业更加进步发展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